即係由香港移民過嚟啦，跟住開始教書啦。咁聽聞，對於一啲喺海外受訓、海外已經有老師資格嚟到多倫多重新再起步，你要佢重新再讀翻一啲資歷去補翻，其實一年梗係快過，即係好過你多耽誤一年嘅時間。其實對於嗰啲海外過嚟嘅，要讀翻呢個被承認有師範訓練資歷嘅，咁其實係一件好事咯。歡迎收聽時事焦點，我係張令圖。近來安大略省多個教育局先後傳出裁員或者係削減職位嘅消息，由多倫多到皮爾區，再到其他嘅教育局，都話面對財政壓力、學生人數嘅變化等等。以多倫多為例，官方話收生人數跌咗超過5000，要減少嘅教職員編制有近300人。包括萬錦、列治文山等嘅約克區收生亦都出現大概30年嚟第一次下跌。分析估計喺聯邦政府大幅縮減移民同埋留學生嘅政策之下，新移民落腳嘅熱門地點會係重災區。面對大變動，前線教師嘅情況係點呢？會唔會影響教學質素？今日請嚟現職教師 Stephen 為我哋講下。Stephen 你好。Hello。以你所知喺你哋嘅 school board 或者話喺你哋附近嘅啲 school board 咧，會係而家係咩情況？受幾大影響㗎？據我自己嘅觀察，咁就係喺翻自己身邊，每年呢一個季節呢個時間都係教育局會公佈我哋有幾多人要 surplus 即係盈餘出嚟，咁跟住佢哋要被調去其他地方。咁跟住有啲受影響嘅同事，咁我哋都會係即係聽翻佢嘅第一手嘅講法，都會話今年係比以前多咯。咁同埋話佢哋即使係有超過20年教學經驗嘅，咁但係都係會被調派去其他地方咯。咁呢個情況其實主要係因為人口老化。同埋即係多倫多地區裏邊，好多人話係因為房屋貴，咁所以啲人新嘅家庭搬走咗，所以有小朋友嘅家庭越嚟越少。普遍嚟講，GTA 裏邊所有嘅學校，即係我講起小學啦，我喺小學裏面教，佢都係面對縮班咯。同新聞講嗰個話為咗慳錢，呢個情況就唔係具體掌握啦。我自己個人嚟講，係咪你自己聽過以嚟今年算係比較多嘅一年？聽啲受影響嘅同事講話好多咯，咁因為我哋教育局裏邊經常可能幾年換一換，咁通常啲同事都會認識喺一啲另一間學校教嘅同事，咁佢哋就係傳翻嚟嘅咯，咁但係唔會有具體官方數字睇到咯。新聞啦，或者教育局公佈啦，都有講話同呢個移民減少有影響嘅。你自己觀察所得就係有冇喺一啲移民多嘅地方縮班啊，或者話要裁減老師嗰個情況會多啲咁樣啊？我聽翻多嘅其實就係因為都係近多倫多地區同埋近住南邊啲嘅地方咯。越係向北嘅地方，情況好似冇咁嚴重咯。相對嚟講，例如多倫多地區係會嚴重啲咯。學校規模會細，咁一年咁減少，咁反而遠啲嘅地方啊，例如 Hamilton 啊，或者 Aurora 啊，北啲嘅地方啊，咁就會影響冇衝擊冇咁大咯。有冇影響到教師嘅士氣呢？可能有啦，咁但係又話唔係好明顯嘅，因為你日常工作個 routine 都係咁樣去做噶啦，將自己嘅工作做好，咁做翻自己嘅本分，咁每個人可能對於呢個身邊發生嘅事嘅反應啊，會唔一樣。邊一類嘅教師受影響多啲呢？一般嘅即係叫做 homeroom teacher，即係班主任，咁佢哋受嘅影響會快啲咯，即係直接啲咯。咁而頭先你提到嘅法文老師就係法文老師係屬於我哋叫佢做 planning time teacher。planning time 即係話備課，即係佢俾班主任去備課嗰段時間裏邊，即係包咗除咗法文啊、體育啊、美術啊、音樂啊之類嗰啲科目、健康教育等等嗰啲科目，咁就會係法文老師就唔受影響咯。咁其他班主任實際教其他科目，包括係 planning time teacher，即係我頭先提過話嗰啲唔係主科嘅老師，咁佢哋一同一個 pool 裏邊，可能都會受到縮班影響。要無債一身輕，你我都做得到。透過債務重組或破產申請，我哋已成功幫助超過10萬加拿大人。有債務問題，唔好再拖啦，Jane Wu 胡雪晶幫到你。
我哋一路都聽講就係即係譬如有啲喺某啲區啦，一班嗰個師生個比例都越嚟越高啊，一班裡面可能越嚟越多學生啦。縮班嘅話，有冇其實相對縮翻細師生個比例先，還是係即係都係差唔多維持嗰個比例而去到縮班咁樣嘅？據我所知喺小學裏邊縮班就唔會影響個 class size 咯，即係有幾多個學生，因為已經通行咗好多年，就係佢會將一個年級裏邊擘開噶嘛，即係例如佢一年級或者一年級嘅人數只有15個，咁佢要開夠20幾個學生一個班，咁佢咪將佢擘開咯，咁1、2年級同一個班，同一個班主任，咁班主任佢就要教2個課程啦，或者要照顧到2組唔同嘅學生，咁呢個係越嚟越普遍咯。喺縮班嘅情況底下，佢總嘅班數少咗，咁但係佢合併嘅班嘅呢種結構嘅班就越嚟越多咯，甚至超過咗一半咯。可能以前面對可能有一半嘅班級都係完整一班，都係1個年級嘅，都係4年級，都係5年級，咁但係4、5年級合併，5、6年級合併，6、7年級合併呢種情況係越嚟越普遍咯。通常即係而家我哋所謂超額教師都會係一啲正職嘅教師啦。咁通常佢係會調去另一個學校啊，還是係由正職變成代課咁樣嘅咧？由正職變成代課，真係好少聽聞會係咁咯。通常佢係被逼要選擇要申請其他學校開出嚟嘅職位咯。縮班唔嚴重嘅地區裏邊，佢有空缺，咁由南邊縮班嚴重嘅地方多餘出嚟、盈餘出嚟呢，我哋叫 surplus 出嚟嘅老師，就會喺而家呢個階段申請去填呢啲位置咯。咁但係佢填呢啲位置裏邊，可能都係一啲唔係好多人願意做、想教嘅一啲級別啊，或者角色啊，就唔係一個咁理想嘅情況咯。每逢同事遇到被逼要選擇離開，要再申請嘅，都係一種唔愉快或者唔係咁滿意嘅狀態氣氛底下咯。咁有冇影響一啲教學質素啊？因為調職產生一啲教學嘅一啲困難咁樣嘅情況嘅？唔係話咁直接嘅，我相信好多同事喺同行裏邊累積咗咁多年嘅教學經驗，佢哋都會係即係你去到新嘅環境，重新嚟過，或者你以前係教4年級，咁你去到突然間變咗要被教7年級，咁你又重新再備課咯，咁呢個狀態係唔理想。咁但係話你話教學質素係咪好嚴重？咁應該喺大環境底下就唔會嘅。咁你話好個別嘅人突然間因為對於改變裏面唔適應、唔開心或者唔愉快，咁結咗喺工作上面唔係太投入，咁呢啲都係個別事件咯。安省就公布咗啦，就會立法啦，就會將教師文憑嗰個課程縮減到去1年。Rationale 就係話而家可能教師係其實有短缺嘅情況咁樣樣。你自己睇其實係咪咁嘅情況呢？或者話即係而家係因為見到有一啲地方係縮緊班，喺未來會唔會即係一啲即係新畢業嘅教師更加多嘅時候呢？就其實係變成佢哋會更加難揾工，或者話現職甚至係現職老師都會即係由本身有一個職位變成代課，甚至係失業咁樣。邁向50週年老字號怡和電業，多年嚟陪伴無數華人家庭。今日怡和電業以更完善嘅服務，同時服務士嘉堡及列治文山2個社區。怡和電業新舊兩店並行，7天營業，信心延續。有啲聲音可能講話，可能好似你講個情況咁樣，咁但係咪真係就因為讀 education 由2年變咗做1年？咁其實我覺得政府佢咁樣做係為咗有多啲新嘅老師加入，同埋亦都係喺聽聞係都係有啲 burning out，咁可能有啲人覺得入咗開呢行，覺得唔係好適應，又離開。除咗退休呢一種情況，咁佢要因應呢種情況，要快啲提供到新嘅老師去填呢啲嘅位置，咁我覺得呢個係一個原因咯，所以佢要咁樣做。咁佢咁樣做係咪就係為咗要慳啲錢？咁我唔係好睇到嗰個嘅關係咯。咁而我自己純粹喺新聞裏面聽到話，我由2年變咗1年，其實睇自己，我呢個感覺係即係經歷咗呢段
即係由香港移民過嚟啦，跟住開始教書啦。咁聽聞喺15年，如果冇記錯，15年開始突然間由以前不嬲都係1年嘅師範訓練，亦轉咗做2年。對於一啲喺海外受訓、海外已經有老師資格嚟到多倫多重新再起步，你要佢重新再讀翻一啲資歷去補翻，其實1年梗係快過，即係好過你多耽誤1年嘅時間。其實對於嗰啲海外過嚟嘅，要讀翻呢個被承認有師範訓練資歷嘅，咁其實係一件好事咯。咁2年當然啦，從另一個角度睇話2年，因為佢個訓練更加穩打穩紮一啲，能令新入行嘅老師有更多嘅培訓機會。睇你從咩角度去睇咯。咁即係總括嚟講就係今次嗰個調，即係主要係一個調職嘅安排，而唔係一個即係削減呢個教職嘅一個安排。即係喺你身邊嚟講係咪？如果我去睇呢個角度就係真係每年常規地係面對即係縮班，然後重新調配。咁但係咪真係裁咗員呢？其實我喺我自己教育局裏邊就冇聽到咁嘅新聞咯。咁亦都係我哋 Teacher Union 即係工會裏邊對於常規叫做 permanent 嘅老師，佢有一定嘅 protection 保障喺裏邊咯。咁所以你話縮減咗落嚟嗰啲數字裏邊變咗出嚟嘅，可能就係以前長期代課，我哋叫 LTO 長期代課嘅老師，佢要進入即係面試進入成為咗 permanent 呢一種情況裏邊，可能佢哋所面對嘅障礙同困難，或者等候嘅時間延長咗咯。又或者可能因為師範訓練由2年變咗1年，咁樣又多啲新嘅人加入嚟競爭，咁可能係喺代課老師裏邊嗰個群體裏邊受到嘅衝擊就會大啲咯。對於已經係 permanent 嘅老師，佢哋只係面對縮班之後，可能要調派到去更加遠啊，或者一啲比較 challenging，即係話嗰啲區裏面嘅學生嘅行為質素啊，比較參差啊，比較困難啲啊，兩個唔同嘅層面，老師去經歷去遇到嘅困難咯。咁關注教育議題嘅大家，一方面都唔希望教育質素會受影響，但係開支同收入亦都要作出一個平衡。咁希望喺班房規模、支援服務、校園安全等等嘅各個方面受到嘅影響可以減到最低。今集講到呢度。超越頭條，解構新聞大事，時事焦點。多謝你收聽收睇星島 A1 中文電台新聞部製作嘅時事節目《時事焦點》，希望有你嘅支持，歡迎你留言、點讚、分享同埋訂閱，撳個鐘有新片上就會立即收到通知㗎喇。